湘君姑娘，湘君姑娘。那人走了。啊，哎，咱们戏班还没开场，我们到附近园林走一走，好不好？来，走。李班主，刚才那位姑娘，你认识她？刚才哪位啊？就是你说惹不起的那个啊。我跟她见过，但也不算太熟，也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富家千金，凶巴巴的。哎呀，她好像对你有成见呢。对我有成见？哎，看来千金小姐呀不好惹啊，这么小就记仇。依我看，她应该是太看重你了吧？没想到湘君姑娘也开这种玩笑。我没开玩笑啊，这点心思湘君还是看得出来的。哦，湘君姑娘眼力那么好，还可以洞察别人的心思。眼力就谈不上了，不过人要是有了心思，藏也是藏不住的。既然如此说来，湘君姑娘一定能够看清李某的心思了。那是自然了。哎呀，湘君姑娘果然是眼力非凡呐。李班主心里只有一个戏字，世人皆知，湘君又如何不知道呢？湘君姑娘只察觉到李渔心中只有一个戏字，这样还不够吗？你痴迷于戏，一心向戏，心有所属，这已经很幸运了。没想到湘君姑娘只把李渔当成一个戏痴啊！戏痴有什么不好？痴迷于戏就等于有了归宿。归宿？是啊，在我看来，有了戏就是有了归宿，这已经很幸运了。不像这池塘边的桃花，在水边待久了，看见水清澈至纯，便奋不顾身地跳下去。可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飘零一阵子，就沉入水底，也就没了性命。不，湘君姑娘，虽然有一朵桃花已经凋零了，但是你看到池边那棵桃树了，仍然有许多桃花依然在绽放着。虽然湘君姑娘曾经被侯公子所伤，但……李班主，请不要再说了。戏要开场了，走吧。哎，我……月明云淡，芦花。大人请。牛真诚听思别秋上秋。这个
的酒很甜呐。再喝一杯。哎呀，哎，龙姑娘，哎，咱慢慢喝，慢慢喝啊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整天不愁吃不愁穿，我除了玩还是玩。我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？没有心事。龙姑娘，你就别瞒我了。我林五娘也是一个跑过三江码头的人，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？你一个小姑娘的心事还瞒得了我？你就说吧，有什么心事？不开心的事，不痛快的事，跟我说说。但这酒啊，咱们还得慢慢喝。慢慢喝，慢慢喝。你看过戏吗？哎，说起唱戏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在我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苏州、镇江、南京开始登台唱戏了。那个时候啊，苏州的戏班一个个都很红火，苏籍的名伶一揪就是一大把。但是后来我遇见了老爷，就不唱。要不然呢，我林五娘现在怎么说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女伶。你看过李渔戏班的戏吗？当然看过了。要说这苏州看客最喜欢看的还是李渔家班的戏。最近红春楼的客人少了70%，都跑到哪儿去了？哎，都到李渔家班去看戏了。可这李渔也快倒霉了。倒霉？倒霉就对了，我就要让那个李渔倒霉。哎呦，姑娘，你喝醉了。是那个王永康的眼睛早就瞄上李渔了。他们呐，要把李渔家班吃进肚子里，然后再邀请一些苏州的名角儿，像王子嘉这样的人，组成一个天下第一的吴三桂家班，然后再轰轰烈烈的进京，给你们满清的皇上太后唱戏去。哼，论起这拍马屁的功夫，谁比得上他？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啊？我告诉你吧，吴三桂派了一个幕僚来，这人叫杜学士。他呀是专门来苏州操办这件事的。他是我最近红春楼来的最多的一个客人，他喝高兴了，什么话不说呀？吴三桂想吞并李渔戏班，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我还能胡编不成？那李渔岂不是都蒙在鼓里面了？活该，活该！到时候什么李渔戏班、赵生红娘啊、凤筝屋啊，全都没有了。哎，姑娘，我看你这喝酒是为了李渔吧？李渔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不是好东西。龙姑娘，我现在啊就来教你怎么伺候师傅，讨师傅的欢心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教我，你教我。师傅，您喝茶呀？好茶，好茶。晚上师傅还要让你喂喝酒呢。好啊，师傅，只要师傅高兴，徒儿什么时候为师傅喝酒都行。龙姑娘，你也为师傅喝杯茶吧。啊，我不会喂茶。哎呀，你心仪已久、万分崇拜的鲤鱼师傅就在你眼前，你就不表示表示吗？
末世礼法，有道是食色性也，故此在我鲤鱼眼里，男欢女爱，纵情声色，乃人之天性，也正是我鲤鱼本色。看龙妹妹的模样，一定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，可能看不惯我的做派，那就不要勉强，请你另找名师吧。啊，不，我为的。你别不好意思说嘛，姑娘，你要是真的想跟我们家师傅学戏的话，就得这么做。你们真是这样吗？那当然啦，我和师傅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可亲密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师徒的关系可不一般呢。我不要听你说，我要听他说。我们，你说呀，你们真的是同一个碗里喝酒，同一个盆里洗澡，同一张床上睡觉吗？是啊，因为他想跟我学戏嘛。如果姑娘愿意的话，我看你啊是长大了，心里面学会换念人了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就在我这儿睡一晚上吧。我要离开苏州，我要回到京城去。吴道长，吴道长，鲤鱼，看来
你果然守信用。哈哈，道长，请到我屋里随便吃点东西吧，咱们边吃边聊啊。哎，不会去喝什么花酒吧？哎呀，吴道长，你说哪儿的话？你放心吧，就咱们两个。那我喝碗汤就可以了。嗨，请。来，道长请。你们两个回去休息吧，我跟道长有话要说。师傅，你可别吃完了，留点给我们垫垫肚子。我们也是累了一天了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啊，这湘君姑娘不在吗？湘君姑娘应该休息了。怎么，道长有意请她过来？啊，不，贫道没有这个意思。啊，她为你撑了一天的场，就让她歇息吧。啊，若道长真有此意，请湘君姑娘过来，我这就去请。我想她一定会过来的。湘君姑娘，哦，师傅，早知道师傅有这么一手，假托吴道长不喜欢我们一起喝酒，活生生把我们俩赶出来饿肚子。原来啊，是来找湘君姐姐了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有没有看到湘君姑娘？她刚刚出去了，偷偷摸摸的，怕被我们看见。我们原是候着师傅要来的，没想到啊，看见他出了客栈门了。深更半夜她会上哪儿去呢？还能去哪儿啊？八成啊是跟旧相好会面去了。哎，对呀，湘君姐姐要走也得跟师傅说一声吧？啊，就是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去陪吴道长，我去追。师傅。道长，怎么就你一个？那个小道长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鲤鱼呢？师傅出去一会儿，有点急事，马上就回来的。你师傅不会又耍什么滑头吧？耍滑头的是那个李湘君，他不辞而别了，害得我师傅追他去了。对了，吴道长，叫你那个侄儿过来一块吃吧。好啊，哈哈。湘君姑娘为何不辞而别？李班主，我不能不走。就算姑娘要走，也得好好的走，为何去得如此匆忙？李班主，湘君姑娘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不妨直说。他来了。他？侯公子也来苏州了？可是我不想见他。就算姑娘不想见他，也不需要离去。这绝非上上之策呀。鲤鱼曾经耳闻姑娘与侯公子的一段故事，堪称千古传奇，凄美之至。每当鲤鱼想起的时候，都惊叹不已。若是姑娘心中还有他，或许可以……不要再说了，我心里没有任何人。好，就算姑娘心中没有他，也可以跟他见上一面，把姑娘心中所想告诉侯公子，从此各走天涯路也不迟啊。李班主的话轻巧了。轻巧？这怪不得李班主。李班主一向风流倜傥，独立不羁，大概不愿体会这生死两茫茫的男女之情，其中的苦楚。不是不愿，而是鲤鱼不才。上天不愿意给鲤鱼如此机缘。但自从鲤鱼见到姑娘之后，李班主，我已经是心死之人。
就由我去吧。湘君姑娘，哎，湘君姑娘，请李班主不要勉强。李班主，我真的要告辞了。就算你不想见他，也不需要离开戏班呢。你我同台数十场，难道姑娘对戏班一点留恋都没有吗？难道湘君姑娘对这些新班的弟子再也没有牵挂了吗？这些孤儿，无父无母，视姑娘为唯一的亲人，难道姑娘真的这么忍心舍他们而去吗？难道姑娘真的如此铁石心肠吗？湘君，勿需如此伤心。李班主有所不知，他这会儿可能已经找到客栈了。若是姑娘执意不肯见侯公子，也不需要离开戏班。鲤鱼可以带姑娘与侯公子相见，能与侯公子相见也是缘分，况且可以把姑娘的心意转告给他。来，吴道长，再喝一杯。贫道万万不能再喝了啊！你们随便随便啊！不喝，你不喝，我们自个儿喝。来，湘君，湘君，湘君！我想再见你一面。你出来了，你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，湘君？湘君，湘君，湘君，你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？为什么？
香君姑娘还是真的要走？我要去找他。上哪儿去找他？他也许已经连夜离开了苏州，回到了商丘老家，或是去南京了。总之，我能找到他。没想到香君姑娘心中还是无法忘怀侯公子。我是要去还他一样东西。东西？是一把桃花扇。李香君前半世多少的恩恩怨怨，都刻在这把扇子上。每当我看到这把扇子，我都会不由得沉湎于旧事，悲从中来，无法自抑。李班主说的对，把该了的了了，才能重新生活，重新找到安宁，才能从旧梦中解脱出来。像香君姑娘这样至情至性的女子，事情少有，上哪儿去找？只可惜侯公子一念之差，却错过了一段美好姻缘。物是人非，还提他做什么呢？这件事情本来与李班主无关，是我一时不慎把你扯进来了，真是对不起。怎么说是把我扯进来了？我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我心甘情愿。没想到姑娘还是把李渔当成外人。没有，我没有把李班主当成外人。我知道，李渔一生之中胸无大志，既不是读书做官的材料，也不是经商的材料，哪能比得上侯公子？有家世，有才华，又有功名。我只能靠几分野路子的手段，带领着一个戏班混口饭吃，真是不上不下，不伦不类，不尴不尬的角儿啊！李班主，你不要这样说。那我又能怎么说？在世人眼里，李渔只不过是一个养鸡蓄婢、纵情声色、骗吃骗喝、行为猥琐的无耻之徒啊！李渔翁，你没有必要这样作践你自己。是的，在外面有很多人说你很多坏话，但是对我李香君来说，那些人怎么说你、怎么看你并不重要。我对于你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。好，那香君姑娘是如何看我的？如果有缘，以后我慢慢说给你听。好，那李渔就等着这一天。香君姑娘，你一定要走，那我也不拦你了。这一路之上，你要多保重啊。不用了，现在戏班需要钱，你就留着添些行头吧。这些银子也是你辛辛苦苦唱戏得来的，就不要再推辞了。香君姑娘，你就收下吧。香君姐姐，你收下吧。谢谢各位，香君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你们的。香君姐姐，谢谢。大家请回吧。李班主，新班子弟无父无母，年幼无助，请先生替我好好照顾他们。香君姑娘，你要记得，鲤鱼戏班的所有人都等着你回来。是啊，香君姐君姐姐，我们都等你回来呢。
龙姑娘，你醒啦，来吃点东西吧。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喝醉了？是啊，你喝了3坛花雕呢。啊？那昨天晚上你有没有让我去那个？哎呀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敢把你个千岁往火坑里面推呢？我呀，一夜都守在这儿呢，连个男人的影子都没有进来过。真的吗？不信啊！我要是坑了你，就叫那个曹大人把我杀了，就让我不得好死。千岁，哎，好啦，你别千岁千岁的叫我，我也不是什么千岁。哼，你瞒谁呀？你这模样，你这架势，你这气度，我呀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以后你可要多多关照我们红春楼哦。小姐，曹大人叫你吃早饭。知道了，我再睡一会儿，别让曹大人自己吃吧。一会儿曹大人要去灵岩山，问你去不去？灵岩山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听说醇亲王府的三贝勒这2天要来苏州。三贝勒？还说三贝勒要在苏州办喜事。京城500里加急，传皇上圣旨，曹大人接旨。臣曹玺接旨。太后旨意，请曹玺在苏州为三贝勒龙格格安排婚礼。回去了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呢？回去？去哪儿啊？回京城啊！回京城要多少？100两吧。啊，这么多啊！你到底借不借啊？我要是还不出来的话，你可以问曹大人，曹大人可以还给你的。你真的要回京城？嗯，真的。那你不学戏不唱戏了？不学了。这苏州啊，好玩的地方多着呢，就这么回去多可惜呀！你知道吗？他们要让我在这儿嫁人。嫁人？嗯，嫁谁啊？三贝勒，他要赶到苏州来了。三贝勒，这可是太后和皇上的旨意啊！这辆车是不是到京城的？算你做对了，这辆车是运米到京城的。想让我带你走可以，10两银子吧。10两就10两。哎，路上我还要拐你吃，拐你喝呢，再加5两。好啊好啊，再加你5两。嘿嘿，这，那给你5两银子吧。哎，好嘞，驾，这。要不要带回去？还是这妞漂亮，马上带回去给陈头领做压寨夫人。带走，走走。呀，驾！老哥，你嗓子真亮啊！哎，喂，
为什么不唱了？唱就唱，不过你得给我1两银子，我就一路唱下去，为你唱到通州。只要你肯唱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哟，姑娘真大方呀！那我唱什么呢？随你喜欢。那个姑娘，你急急忙忙回京城，怕是家里有什么事儿？哎，是不是赶着去嫁人呢？哎呀，不说话就是了。好吧，我就唱一曲。天公做法乱如麻，是对夫妻是配差。常使娇婴戏老鼠，管教万事配其花。合欢船上面愁侣。我不懂你里面的意思啊。女孩子人家嘛，以后自然会明白的。这曲子说的是啊，世间姻缘配错者的多，比如说美女嫁了丑夫，才女配了俗子。哎，这个真叫苦啊！自古红颜薄命4个字啊，就把这一切都说尽了。并不是因为红颜所以才薄命，而是因为注定要薄命，所以才化作红颜。哎，这个世上，凡是好看的女人都是薄命胚啊，哪有什么好丈夫给她嫁，好福轮到她享啊？这些啊，都是一个叫李笠翁的写的。原来是他。哎，你认识他啊？哎，要不我给你来几段鲤鱼的戏本吧？啊，哎！有土匪来了，快跑啊！快！要命的把这一信拿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哼！耶，这小妞长得够标致的啊！这几日头领在选压寨夫人啊，把这小妞送回去，正好给我们大王。龙哥哥既然回京了，三贝勒，你不如啊一路追赶过去，也许在中途相遇，这样你们俩双双回到京城，也不至于误了婚期呀。但是他独自上路，怎么让我放心呢？哎，这点你放心，我已经派出一匹快马，让沿途关义和巡哨细心盘查，一有消息，他们马上就来报。不行，我要亲自去找他。哎，我跟你去看看，就是鲤鱼戏班怎么了？哦，上星星，就是啊。哎，我没看过哎，相信我特别想看。牡丹是最有名的。唉，好啊，这鲤鱼答应了，今天晚上到府中来唱一本《凤求凰》。只要这第一部他肯来，后边咱们可就有办法了。哎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这王子驾已经答应加入我们的戏班了。接下来嘛，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他们2个撮合在一起，建立一个真正的吴三桂吴家班。可是这些天虎丘戏场这生意还是很红火，不过听说这鲤鱼近些天状况不佳，几本戏他都没出场。嗨，还不是为了一个女人嘛？为了一个女人？哎，张生啊，为了崔莺莺，崔莺莺呢走了。这个崔莺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哦，派人打探过了，说是叫李香君。哦，李香君，怪不得看着这个女人与众不同啊。这李香君去找侯方域了，这李家班就少了一个台柱子，哎，正好给了咱们一个趁虚而入的好时机呀！啊！师傅，你说喝茶的怎么又喝酒了？
师傅给湘君半夜3更离去，拦也拦不住，说明他根本不在乎戏班，不在乎师傅，师傅却还要放不下他。胡说什么？唱你们的戏去吧。怎么，想偷懒啊？师傅，我也要喝酒。看师傅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叫我们怎么有心思练功？不如我们陪师傅一起喝酒，一醉方休。好，想陪师傅喝酒，师傅就一人先敬你们一杯。师傅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别喝了，好好教我们唱戏，我们一定会用心学的，绝不辜负您的栽培，行吗？师傅，您当我们是徒儿，就听我们一句话。只要您能暂且抛开私情，以戏班为重，这虎丘戏场的戏，我们还能一本一本的往下撑。不然，戏班就完了。师傅，师傅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过几天就好了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师傅，您心里苦，我们懂，可是我们劝不住您。您想喝酒，就喝吧。师傅，你心里苦闷，就唱一段吧。唱了，醉了，你心里会舒服多的。哎呀，师傅真没用啊，竟会如此失态，如此让你们失望。哎呀，惭愧呀，惭愧呀！师傅，阿琴，子嘉兄啊，等进京回来，我就把这虎丘戏场买下来送给你啊，让你这1年365天是天天唱戏啊！多谢长安兄。不过今日你就屈就一下，让那个鲤鱼先占个上风